大家好，今日係5月7號星期四，咁啊市場憧憬咧美伊戰爭就快結束，哇！股市急升啊，恒生指數開始升317點，國企指數升114點，科技指數升120點，科技股領升，阿里巴巴升3.95%，騰訊升1.98%，匯豐升0.9%，美團升2.4%，百度升4.8%。咁啊，相反油價下跌7%。中海油跌2.7%，中石油跌3.5%。開市之後升幅擴大，最升成400幾點嘅。咁呢個各大股份之中咧，就係阿里巴巴升4.6%，騰訊升2.4%。友邦升2.7%，匯豐升1.56%，快手升7.5%。黃金同埋金飾股升，周大福發盈喜升5.35%，周六福升22%，赤峰黃金升4.56%，葡金升3.1%，紫金黃金升4.4%，咁啊創科升8.4%，升幅最大嘅藍籌。上晝收市恒生指數升410點，國企指數升137點，科技指數升154點，成交1658億元。下晝早段升幅略為收窄，恒生指數升350點，但係到臨收市前咧又再升翻去400幾點啊！咁就呢個有個別嘅科技股咧升得好犀利，迪普科技升56%喎，哇！碧人科技升14.5%。瀾起科技升6.2%，和彩升6.1%，天數智深升4.9%，海智科技升6.1%。恒生指數收市係升412點，國企指數升119點，科技指數升152點，成交3125億。美伊接近達成和解協議，咁啊港股急升。多謝大家收睇啊！大家記得 comment、lik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，仲有記得要訂閱我哋菠蘿包工作室喎。訂閱咗之後，記得將個通知轉埋全部，咁樣先至會收到我哋最新嘅影片通知㗎。